海情侶路細積兩房單位，600尺兩房一衛，20萬上車，總價120萬，超大嘅廚房、雪櫃位，廚房3件套贈送，硬裝現樓交標，還有一個露台。樓下就係濕地公園同埋商業街，靠山睇海，所有配套都現成嘅。經典嘅走廊位設計，兩房一衛，方方正正，性價比超高，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珠海情侶路大平層，130平方，1400尺，超大嘅 U 字形佈局嘅廚房，超大雪櫃位。一線無遮擋嘅海景啊！樓下就係情侶路，同埋已經封頂嘅商場、商業街。商業街已經全部開業，商場今年開始招商，今年年底開業。現樓精裝，首期60萬上車。